好多人以為瞓唔到係因為唔夠攰，但係其實呢個概念係錯嘅。瞓唔着可以有好多原因，其中好多人會忽略嘅就係心理因素，例如壓力大、精神緊張、成日諗嘢令到個腦停唔到，呢個時候神經系統仲處於亢奮狀態，就算你幾攰，身體都好難轉入睡眠模式，所以就會出現明明好攰但係瞓唔着嘅情況啦。褪黑素唔係人人啱食，有啲人食完會頭暈、日頭好攰，甚至發噩夢呢啲副作用。褪黑素本身係身體自然產生，用嚟調節生理時鐘同埋睡眠節奏。長期補充外源性褪黑素，身體調節能力有機會變差，亦有可能產生依賴，效果隨時間減弱。所以越嚟越多人揀冇褪黑素，以助眠營養素為主嘅保健品。首先係鎂，鎂係人體必需嘅礦物質，參與超過300種嘅代謝反應，同肌肉放鬆、神經傳導有關。好多香港人飲得多咖啡，而咖啡因會加速體內鎂嘅流失。加上飲食習慣少食全穀、深色類蔬菜嘅高鎂食物，容易出現鎂攝取不足。呢類人夜晚特別容易肌肉抽筋或者心情緊張，適量補充鎂可以幫助肌肉放鬆、平衡神經系統，令身體比較容易進入休息狀態。仲有係茶葉類植物嘅天然氨基酸 L 茶氨酸，佢可以幫助提升放鬆感同減壓，幫助更快入睡同減少半夜扎醒或者發噩夢嘅情況。不過單靠飲茶較難達到改善睡眠嘅劑量，所以會建議揀有專利技術去提取嘅高濃度 L 茶氨酸補充品。最後係天然嘅抑制性神經傳導物質 GABA。GABA 係大腦思緒嘅開關掣，有助減慢腦部活動，促進入睡同埋深層睡眠。日常飲食可以由蔬果、全穀同埋發酵食物入面攝取，但係單靠食物好難保證攝取量，所以揀一款優質嘅助眠保健品係一個高效能嘅選擇。除咗常見嘅檸檬酸鎂、蘋果酸鎂同埋甘氨酸鎂，仲可以留意 L 蘇糖酸鎂。佢可以穿透血腦屏障，直達大腦，提升睡眠質素同埋認知能力，同埋有助穩定情緒嘅牛磺酸鎂。唔同種類嘅鎂有唔同嘅功能，多種配搭有助更全面吸收同埋對助眠發揮效果。根據全球通用嘅食品生產品質規範，揀助眠產品最緊要係成分清晰同埋品質可靠。我建議大家一定要揀獲國際認可、由醫藥級認可廠房生產嘅產品，例如包裝上有冇列明 GMP 認證或者紐西蘭 MedSafe 等認證，確保安全同埋品質。我會推薦天然冇藥性嘅 MedHerbs 醫學級甜睡放鬆配方，佢係萬寧唯一集齊5種鎂嘅助眠保健品。配方仲加入專利 L 茶氨酸、GABA、5-HTP 同埋洋甘菊，做到更全面嘅深層放鬆。科研實證成分之間有協同作用，可以將入睡時間縮短至3分鐘，睡眠質素提升99.6%，同時減輕負面情緒達到6倍。最重要係佢唔係西藥，唔會將你強行熄機，而係透過穩定自律神經，幫身體自然放鬆入睡同埋提升休息效果。當身體細胞喺深層睡眠入面得到真正修復，瞓醒精神自然更充足。如果你都有瞓唔着、易扎醒嘅問題，不妨去萬寧、Cinnamore 或者草基專門店買嚟試下啦。